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2月2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9篇，申命记第9章第1节到第5节，使徒行传第3章11节到1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荣光归主。现在在许多的公务部门当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居功推责，所谓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够不承担就不承担，能够居功就能帮助升等，这是人性。就如同很多时候人们在专讲见证当中总是会提到自己的工作多么的努力才能达到今天的成就，鲜少有人会直接说这是某某人的功劳或就直接归荣耀给上帝。在出埃及时代的以色列人其实也是如此，所以申命记第9章第1节到第5节就这样记载说，以色列人要留心听，你们今天要过约旦河，占领比你们强大的各民族的土地，他们的城邑宏大，城墙高耸入云，当地的住民又高又大，是巨人的子孙。你们已经听人说过，谁都无法抗拒他们，但是今天你们要亲眼看见上主你们的上帝像这个炽烈的火焰一般走在你们前面，你们往前推进的时候，他要击败他们，使你们照着他应许长驱直入，赶出敌人，把他们消灭。上主你们的上帝为你们赶走敌人之后，你们不可说上主领你们占领那土地是你们的功劳，是你们应得的。不，这是因为当地的住民邪恶，上主才把他们赶走，不是因为你们良善，行为正直，上主才让你们占领他们的土地。上主把他们赶走，是因为这些人邪恶，又因为他要履行对你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许下的诺言。经历上帝的保守，千万不可以自己揽功说都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的功劳。昨天在查经祷告会当中，我们谈论到了继承权的问题。其实有很多人就将财产、遗产当成自己应得的，甚至揽权居功然后篡守位认为自己长子就握有所谓的分配权生杀之权但殊不知像这样的一个贪婪的心态，在上帝的面前是得罪上帝，是不会长久的。彼得在圣殿宣讲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他虽然责备以色列人杀害了上帝所赐的永生来源，但是重点是他在强调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得到的荣光，所要赐下的信心以及能力。彼得并没有因为他在美门口医治的那一位瘸子之后而高傲，他反而归荣耀给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荣耀。使徒行传第3章11节到16节，彼得对当时候的众人说，在所罗门廊下，那个人紧紧地拉着彼得和约翰，在场的人都很惊讶，都跑去看他们。
彼得看见这许多人，就对他们说：以色列同胞啊，你们何必为这一件事情惊奇呢？为什么一直盯着我们呢？你们以为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个人走路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就是我们祖先的上帝，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这耶稣，你们把他交给了官府。比拉多决定要释放他，你们反而在比拉多面前背弃他。他是圣洁公义的，你们却弃绝他。要求比拉多把一个杀人犯释放给你们，这样你们杀了生命之主。但是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就是这事的见证人。这耶稣的名所发出的能力，使这跛脚的有了力气。你们所看见、所知道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的事，也都是由于信了他的名，因为他信耶稣，才使他完全的好起来。你们大家也都看见了，就如同使徒信经末了所说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诗篇99篇，上主掌权，万民站立。他坐在基路伯宝座上，大地震动。上主在锡安大有威力，他超越天下万国，万民要颂赞他伟大尊严的名。他神圣庄严，大能的王啊，你喜爱公正，你在以色列家建立公平，你伸张公义，支持公道。要颂赞上主我们的上帝，要在他的宝座前敬拜。他神圣庄严，摩西和亚伦是他的祭司，撒母耳是求告他的人。他们祈求上主，他回应了。他从云柱当中向他们说话，他们屈服了他所颁赐的法律和诫命。上主我们的上帝啊，你答应你的子民，虽然你惩罚他们的罪过，但你指示他们，你是宽恕的上帝。要颂赞上主我们的上帝，要在他的圣山上敬拜他。上主我们的上帝神圣庄严。谢谢主赐下救恩，透过耶稣基督复活的权柄，使人得帮助，使人治病得医治。求主帮助我们谦卑，看重上帝的恩典，归荣耀给上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